西，黑眼蒙蒙哄你。哈克乌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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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都笑嘻嘻。Hello， 点点小蜜，我回来喽。哦，糖糖姐姐，你回来了。你有帮我们买邮票吗？当然有啊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哇，谢谢糖糖姐姐。谢谢你，不客气。可是你们要邮票做什么啊？你们要写信给谁？啊，我要寄信给点点，我要寄信给小蜜。奇怪，你们家不是就住隔壁而已吗？为什么还要寄信呢？对啊，每次在家里，邮差叔叔送信来，都只有我爸爸跟我妈妈的信啊，所以我跟点点也想收到自己的信啊。这样子，你们直接放到彼此家里的信箱就可以了。不行不行，我们还是要贴邮票，让邮差先生送信给我们。我看你们只是想要贴邮票吧。好，那不过你们信里面都写些什么啊？我问点点，明天午餐要吃什么？我写的是小蜜，你什么时候要记得把蜡笔还我呢？贴邮票，贴邮票，贴邮票，贴邮票。点点你怎么了？上次寄出去的信被退回来了，好奇怪哦。我看看。我知道，因为点点你忘了贴邮票。原来如此，难怪没寄出去哦。寄信呢？寄信，寄信呢？寄信。糖糖姐姐，你今天出门可以顺便帮我寄信吗？当然可以啊，不过点点要寄信给谁呀？这是秘密。寄信贴邮票。小朋友有去邮局寄过信吗？很好玩哦。哈克乌拉拉，下次再见。张伦良。